國家識見閱讀計劃咧，我相信係一個相當好嘅一個咁樣嘅教育計劃咧，令到小學生咧係可以從中咧從閱讀啦，同埋閱讀嘅內容裏邊咧去培養愛國嘅情操。因為國家有好長嘅歷史同埋好大嘅福源啦，計劃裏邊嘅閱讀可以咧令到學生回到我哋嘅祖國嘅大地上邊啦，由今天重溯到去古代。我哋嘅種種愛國嘅情操，俾佢哋一個學習嘅機會，亦都有好多嘅榜樣，佢係可以跟住去學嘅。另外咧喺閱讀計劃裏邊咧，我哋嘅學生咧，佢知道我哋國家有幾大咧，亦都歷史有幾長咧，亦都因此會知道咧，其實成個國家咧係面對好多嘅國安嘅問題。其實國家安全唔單止係政治軍事方面嘅，亦都有好多，包括我哋嘅衣食住行，都同國家安全有關嘅。咁同學們翻到屋企食飯嘅時候咧，要關注我哋食嗰碗飯嗰粒米咧，其實裏邊係包含住我哋國家安全嘅元素。透過呢個計劃咧，我哋係可以從宏觀啦，或者係微觀咧，俾學生知道咧，我哋國家嘅點點滴滴，從而咧去明白今日國家面對緊嘅一個點樣嘅一個局勢。而作為一個國民，哪怕係一個小學生咧，佢應該有咩責任咧？係為國家作出貢獻嘅。國家識見閱讀計劃咧，學習嘅過程係閱讀嘅。咁老師方面可以點樣去準備為呢個計劃同學生互動一下呢？咁我諗都係翻到嗰句名言啦，就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咁裏邊咧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咧就係讀萬卷書咧，就係當然包括一啲已經係發表咗嘅論著啦。另外就係我哋要相當有效咁去利用我哋而家嘅線上面嘅資訊。因為咧已經係發表咗、印刷咗出嚟嘅資訊咧，好多時都已經係落後咗少少時間嘅啦。咁我哋今天嘅資訊要掌握。咁呢個係書面上面啦，又或者可以從閱讀上面咧去知道。今時今日咧，仲有一個好處就係我哋其實係足不出戶就可以行萬里路嘅。咁因此老師應該係好好地利用我哋能夠掌握到嘅視頻啦，同埋好多我哋國家而家由中央到地方，由最繁華嘅城市去到最偏僻、最貧困嘅村落，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視頻咧係可以用嘅。咁我相信咧係通過文字上邊、文獻上邊嘅閱讀，同埋視頻上邊嘅好直觀嘅觀察，係好容易就會令到同學從中咧學到國家嘅國情，同埋咧係培養呢個家國嘅情懷嘅。老師喺利用啲咁樣嘅咁新嘅資訊，特別係啲即係視頻咧，又或者係線上嘅資料嘅時候咧，老師有一個責任嘅，就係為同學篩選啲可靠嘅資訊。因為喺呢個人工智能嘅時代咧，造假啊，又或者係即係製造出一啲咁樣嘅現象咧，其實都好普遍。咁老師咧就要做多啲功課，日日咧都要提升自己，然後先至可以咧係好有效咁為我哋嘅同學服務嘅。我期待咧同學參加完呢個閱讀計劃之後咧，第一首先係培養出閱讀嘅習慣同埋興趣啦。閱讀咧係包括讀書啦，又或者係通過我哋嘅手機或者係我哋而家嘅線上邊嘅工具去獲取更多嘅知識，同埋咧亦都係學會咧開闊自己眼界，千祈唔好咧將自己嗰個知識領域局限喺課堂上邊，喺考試測驗上邊，然後咧主動啲通過多媒體嘅好多工具咧去獲取國家嘅最新嘅資訊。咁呢個咧我相信就係我好希望同學可以喺今次嘅閱讀計劃裏邊咧係學到嘅。